大家好，我係聖 Catherine's 國際英文幼稚園嘅黃淑嫻校長。我哋學校自1970年創校，今年已經踏入55週年啦。我哋好高興有班好有教學熱誠嘅行政團隊，亦都有好多好熱心教學嘅老師。我哋有中英文老師，糅合中西嘅文化去設計我哋嘅校本課程。我哋培養小朋友嘅學習能力，我哋會秉承我哋學校優良嘅傳統，以5 C 嘅教育理念去定我哋小朋友嘅學習嘅課程。呢5 C 咧就 communication 溝通、collaboration 協作、creativity 創意、compassion 關愛同埋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考。我哋會將呢5 C 嘅課程會融入我哋學校嘅課程，而將小朋友嘅學習內化咗之後，提升佢哋嘅學習興趣。咁我哋嘅課程咧係會中英並重嘅，咁所以有中英文老師一齊共同研習一啲嘅課程。咁我哋希望我哋嘅小朋友係會提升佢哋嗰個正確嘅價值觀同態度，同埋自信心，樂於學習，為佢哋嘅終身學習咧奠定良好嘅基礎。